不過除咗頭先所講嘅咁多工序之外，仲有啲嘢要特別留意嘅，知唔知係咩啊？國強，梗係知啦。喺彈線嘅時候，工友一定要做出個人嘅安全裝備，而且喺超過2米高嘅地方，仲一定要用安全嘅工作台添啊嘛。算你啦。咁你知道成麥呢個工序係要做到好準確噶嘛？所以平水儀啊、全站儀同埋有關量度嘅工具，一定要定期測定先得噶。我知，即係做 calibration 啊嘛。另外，如果裝等泥口要 open cut 嘅話咧，咁平水工友就一定要釘斜水架嚟俾泥井工友施工用噶。冇錯啦。仲有啊，喺落裝等石屎嘅時候，平水工友記得要拉魚絲線嚟檢查石屎面嘅平水，俾落石屎工友執石屎面平水，而且彈出嘅借麥線嘅尺寸一定要統一，兼且要係整數嘅。而每次開完麥線呢，例如十字通光麥線啊、長位、柱位等等，都一定要再次複核，而且要同工程監督一齊驗收妥當，先至可以進行釘板同埋紮鐵工程嘅。做齊咁多樣嘢啦，就真係功夫俾到十足，我自己也自豪。咁就啱啦。如果地盤入邊每一個工友都可以盡力做到頭先我同國強所講嘅每一個工序，咁就已經達到優質工序嘅目的噶啦。知道未啊，國強？知道。